咁多位好啊 ！Fanny Wu 胡明芳小姐嘅《塔羅秘密力量》出版咗啦。呢本書咧曾經對我一個好強嘅啟發，就係咩咧？無論我對人對事都好啦，其實人生裏邊咧好多嘢已經預設咗，無論係逆境順境都好，千祈唔好放棄。呢本書曾經俾我一個啟示，而家都一一呈現咗出嚟啦，而且都係好正面嘅添。可能呢本書對將來都有唔同嘅啟發。記住，7月尾《塔羅秘密力量》，千祈唔好錯過。2014年8月金牛座嘅運程，我見到你之前所面對緊嘅困難咧，終於有一啲曙光可以出現。不過咧，你唔好停低落嚟喎，可能你依然都要繼續去揾方法去解決佢。點解咧？因為當你一停低嘅時候，你嘅運氣就會走噶啦。當你運氣一走嘅時候，你嚟緊嘅麻煩咧就會接踵而嚟。其實我見到咧，而家身邊好多人俾咗好多 idea 你，俾咗好多意見你，可能個個都話俾你聽邊個方法係最好。但我想話俾你知，當中真係唔係個個真係好方法，你自己都要認真地去考慮喺當其時嘅形勢、環境或者人事上嘅問題，你點樣可以揾到一個最好嘅方法去將你而家所面對到嘅難題去解決。咁我亦都提醒你一件事啊，因為我見到你咧，始終都係會淨係用自己嘅原則，用自己嘅方法，即係例如可能你之前可能處理同樣嘅事情，你有你嘅 logic， 或者可能會有一啲慣常嘅手段。但我想話俾你知，今次真係唔可以再用翻嗰啲方式，因為嗰啲人咧開始有少少唔能夠再接受你嗰種方法去面對嗰件事，或者去解決嗰件事。當你有一個新嘅轉換嘅發現，即係一個新嘅轉換開始嘅時候，你自己呢件事就會慢慢變得順暢。咁甚至你會發覺，咦，原來有另一啲方法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嘅喎。咁到時你工作各方面就會變得更加順利㗎啦。希望幫到你啊！